主日崇拜的时间已经到了，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续乐轻颂主在圣殿中。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虽然我们有的人在线上，有的人在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刻同心合意的在主面前来敬拜。愿你恩待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我们是你手下的羊，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子民。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屈膝向你跪拜。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歌颂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力、全人都归给你。愿荣耀归给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这样的美好的崇拜跟祷告，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第2首，荣耀归于真神。我们可以跟着影片来唱，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生之，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欢迎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救赎完成完全公训，承行者的永生生应许世人。只要我从罪人的心接纳主，已经信靠耶稣，你等他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欢迎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
来，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感谢主，荣耀归于真神，他已成就大事工。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在周报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其英文，在诗篇48篇。我们一起来攻读诗篇48篇，作为我们今天的起印经文。诗篇的第48篇，请弟兄姐妹来印，由思会这边来起。我们在黄色字体的地方就是印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来起印，互相的来起印。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没有办法互相的这样的起印，所以思会这边会全部来念这个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上帝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上帝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上帝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上帝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上帝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邦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上帝，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阿们。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关心的各样的事项来祷告。请大家来看到周报的信有代祷意向的地方，
让我们透过信友代祷意向来成为我们公众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国家百姓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家也需要我们的关心跟祷告。我们为着在中南半岛的辽国这个地方来献上祷告，主愿你恩待这个地方，让这个国家百姓能够蒙恩，基督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使他们的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主愿你也差派宣教士能够来帮助这个国家蒙恩。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的卫理公会，我们中部教区的信正卫理堂来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苏福全牧师，使他们在中区的教会能够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多的得人，传道同工能够身心健康，我们为这样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特别在这样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来祈求祷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有聪明智慧，能够来执政掌权，并且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百姓，治理我们的百姓，让百姓能够更加的蒙恩。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都秉公行义，来做正确的判断。我们也为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来向主献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好让他们能够在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好的知识教育、品格教育，以至于将来为主你所使用。主，我们也纪念这些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愿你恩待他们，当他们在工作服务的时候，让他们不受任何的灾害，不受任何的侵扰，好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蒙恩，愿你施恩看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课，在撒母耳记下5章1到5节，还有第9到第10节，以及哥林多后书12章2到10节。撒母耳记下第5章1到5节，还有9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2节到10节。烦恼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的圣经，或是请听思会来这边攻读这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5章1到5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必收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第9节到第10节。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阿们。我们再来读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2到10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节到第10节。
由思慧这边来攻读。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高看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们。我们再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的正道经文在马可福音第6章，马可福音第6章1到13节，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到13节。如果翻到的话，请我们一起来念，或是我们可以跟着 PPT 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马可福音6章第1节到13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了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边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跟着耶稣做中学。我想我们很多人对于这样的题目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地方。特别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一直在期待能够解封。那当然解封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解封之后也代表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跟各方面来更多为主做见证。人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基督的见证？人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耶稣的样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经文当中来做这些的美好的学习。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在意那因为我们最近都常常是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居家的防疫
那所以很多人都必须要宅在家里面。那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在家里面正在看电视，晚上正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太太的这个肚子里面就发出了咕噜的声音，然后这个先生就看了一下他的太太，然后就问了他的太太说：“亲爱的，你的肚子饿了吗？”这个太太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她就觉得她真的是嫁对了先生，然后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说：“老公，你真是体贴，你真是晓得我的需要。”结果这个先生就跟她讲说：“老婆啊，不要一直坐在这里看电视，赶快去睡觉，因为坐着是很耗费体力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能够了解跟晓得别人的需要，这是好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把真正的这个需要能够做在需要的人身上，也是更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也许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肚子饿了，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可以准备一些的点心，或者是准备一些的餐点，能够来帮助跟给予这个饥饿的人，而不是只叫他去休息。这个是因为只是一个笑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别人的需要上也看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说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必须要宅在家里面。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很多的学生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也可能都在家里面要有一些的学习。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叫做停课，但是不停学，只是我们在这个停课的当中，我们继续的学习的里面，也许我们用网络用摄影的方式来看到老师们的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在正式的课堂当中那样的一个恭敬跟一个愿意学习的态度，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当我们在这个一起赞美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要让美好的事来发生。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期待上帝使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那样的敬虔的态度跟敬虔的心，不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好像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怠慢的态度，让我们能够来到虽然是来到这个荧幕的前面，虽然是来到电视的前面，但是我们仍然是看到上帝要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仍然是恭敬的，我们仍然像是在做主日礼拜的时候那样的敬虔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个荧幕前要来看直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好像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样，那样的敬虔的态度。有很多人说我在家里面就随便一点也许我们可以穿着这个睡衣，或者是我们也许可以穿着这个比较轻便的衣服然后在这个做主日礼拜，反正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看得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的心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做对的事情，这样才是叫做正直。我记得我在有时候在路上晚上的时候，因为有红绿灯，那有很多人因为看到很晚了没有车，所以虽然是红灯的状态，他也是这样的开过去或是骑车过去。所以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能够正直的去遵守那个规定？那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正直就是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仍然要做对的事情。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带着敬虔的态度来敬拜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就要开始动工在我们的当中，上帝做许多的预备，要让我们能够来为他来做美好的见证。特别要在我们这样的安静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要为主做更大的见证。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愿意看见上帝在台湾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
张文亮教授，他有一段这样的话，对台湾的解禁之后的一个期许，解封之后的一个期许。他说：愿台湾灵性的复兴是从这个岛上遭受瘟疫之时燃烧起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顺境的当中不以为什么，但是也许在一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需要能够珍惜这一些的环境跟疫情的状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当中，也许过去没有办法像在埃及的时候一样，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也期待或是想念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肉可以吃，有鱼可以吃，有蔬菜可以吃。然而他们却是成为一个奴隶的样式，或是成为一个叫做在埃及人手下服苦的。然而他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旷野当中去磨练自己，他们要在旷野当中去学习一些的功课，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疫情的时间也许就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一样，让我们所有都没有了，或是我们可以夸口的都没有办法来夸口，只让我们单单来夸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正是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个张文亮教授所讲的这个话，愿台湾灵性的复兴是从这个岛屿上受瘟疫的时候燃烧起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段很特殊的经文。我们在看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常常透过他的行神迹奇事，帮助许多的人，让他们看见他有上帝的灵与他的同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耶稣的。当耶稣去治好了这个雅伊鲁的女儿，让她能够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圣经的话，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不是代表家里的人就接纳他，或是家乡的人就喜欢他。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当耶稣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就在那里质疑说，这个人是谁？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他的兄弟姐妹也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背景，耶稣是一个木匠，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也许在他的家乡当中，很多人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长大，有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的朋友都认识这个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那一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去轻看或是去轻视上帝所差派或是所拣选的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认为说，这个人我从小就看过他，这个人我什么时候我都认识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去能够接受说上帝能够拣选一些人能够来侍奉他，甚至上帝拣选一些人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耶稣在他的家乡里面，因为有许多的人对他的质疑，甚至他没有办法在那里行许多的神迹。我们来看到第4节的地方，今天的经文第4节，耶稣来讲了一件事情，对这些的人说这样的话。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的经文，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去轻看或是轻视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认为说他怎么可能会成大事，他应该不会做这些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当神学生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然后带过一群的年轻人。这些的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孩子一样，但是只是玩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玩手机，可能玩一些电脑之类的游戏，但是那个时候的孩子们玩的是看小说，或者是玩这个掌上游他们会有一些女生会学习化妆，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私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虽然在聚会的时候，虽然在上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生气说，你看这个人他都没有认真在听课，这个人他
好像都这个没有很认真来参与这个聚会。但是没有想到，经过了10年之后，当我成为正式的传道人，然后去差派到许多地方去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在聚会的当中，跟这个年轻人，后来这个孩子，这个我曾经带过的这个喜欢在私底下玩掌上游戏、看小说的这个孩子，他居然就成为教会的年轻人的辅导，而且能够来教导这些他的弟弟妹妹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他怎么可能，或是觉得这个人或许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奇妙的工作。然而，当我们如果被人家藐视或是被人轻视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心慌，或是也觉得好像难过。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让别人可以接纳或是接受我们。或许我们从小被人看到，觉得我们不应该是一个能够有什么发展或有什么潜力的人。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帮助，依靠圣灵的能力，能够继续的坚持走对的路。我记得以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曾经在我的周报上面、周记上面来写说，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传道人。但是在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其实也都并不是能够接纳跟接受的。他们甚至有时候会泼冷水，说传道人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没有办法去常常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的所以要常常三思。我的老师也在周记上面给我写这些的评语。但是后来当我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在跟我的老师见面，我的老师也很惊讶，上帝在我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也许别人不接受我们，或许别人没有办法来看到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特质，或是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自然就会成长，跟自然就会健壮。所以当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能够带着谦虚跟温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也来应对人，并不会因为我们喜不喜欢太阳，然后太阳就不会出现。所以太阳依然会从东方升起，不会因为我们人喜欢或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太阳，因为太阳很大很热；有的人喜欢太阳，因为太阳好像带来光明。但是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太阳依旧能够从东方来升起。所以不管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用谦虚、温柔、忍耐的态度来去对待人。所以耶稣并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如果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只有停在这里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耶稣虽然在他的家乡里面受挫，也许在他的工作上面、他的服事上面，他的家人不一定能够接纳他，但是耶稣却很成功的训练了12个人。这12个人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12个使徒，然后差派他们去做这些的服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第7节的地方。第7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念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耶稣差遣这12个人，并且给他们权柄来制服污鬼。耶稣怎么做，就教他们怎么做。耶稣怎么说，就教他们怎么说。耶稣把这12个人能够亲身的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后来被差出去，也像耶稣一样的工作。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做门徒，或者是我们说要学习门徒课程，或者是我们说要来这个上一些的课程做主的门徒。很多人并不知道所谓的门徒是什么样的意思。在过去古代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门徒其实就是像我们类似今天的学生或是学徒。我记得我的弟弟他是一个修理
车的一个高手，但是他要在师傅的手下要去学习怎么样去修摩托车，所以他必须要每一天要去跟着他的老师，要跟着他的师傅去学习怎么样去拆装这些的引擎，怎么样去拆装这些的摩托车的零件，怎么样去来修复，把拆完之后怎么样再去拼装回来。所以学生或者是门徒的工作就是他必须要去学习他的老师的样式，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老师怎么行我就怎么行，老师怎么敬拜上帝我就怎么敬拜上帝。所以门徒的身上可以看到老师的影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差遣这12个人，这12个门徒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人从他们的身上会去看到耶稣的样式。我记得以前曾经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几个教导的老师因为认识我的牧师，然后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说请问你是不是某某牧师的这个教会的会友？我就说是的，我是某某牧师的会友。他就跟我讲说，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到你的牧师的影子。所以那时候让我有点惊讶，就是原来当一个门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能够从这个老师的身上学到这些的功课，或是学到这些的样式，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看见这位老师一样。所以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门徒，而是一个真诚愿意跟随的门徒。一个真正愿意跟随的门徒，他每一天要思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学习效法我的老师。所以上帝要的并不是我们要知识很好，学历很高。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没有几个是学历好的；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没有几个是地位好的；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没有几个人是可以被人家来称颂的，甚至有的人他们是被政府所厌恶的，因为有一些他的门徒是这个叫做奋锐党的。所以像这些人，他们并不完全，他们并不完美，但是他们却成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要求这些的门徒要跟随他，耶稣要求这些的门徒要每一天来效法他的样式。所以当这12个人耶稣差来之后，耶稣叫来之后，差遣他们出去，而且也给他们权柄来制服污鬼。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学习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我们也这样被差派出去，能够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做完礼拜就是叫做结束，其实我们做完礼拜并不是结束，我们做完礼拜牧师祝祷完，是我们要开始出去服侍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要的不一定是一个我们都做得很好很完美，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在见证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最成功的地方，不是因为他盖了很大的礼拜堂，也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在进行，或者是在这个当场当中让很多人有一些的改变，或者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翻转。耶稣最大的成就就是让这12个人学习跟效法他的样式。所以耶稣嘱咐教会要去使人来做主的门徒。我们在礼拜天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参加小组聚会，我们在周间我们的每一天，或是我们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我们都有安排自己的灵修，或是要去读上帝的话语，这些都教我们要来学习效法主的样式。所以耶稣没有建筑物，耶稣也没有这些大的礼拜堂，但是耶稣却很成功的来教导他的门徒，以至于他们也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所以耶稣他自己也做这样的一个示范。我们期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学生，也成为老师。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谦卑的学习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将来我们也能够被主所使用，去教导那些
需要被教导的人，甚至是那些刚进到教会里面来，或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上帝。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甚至是包括我们制服学院的一些的学生，他们有一些心理的慌乱。有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打疫苗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或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后来我就在赖群组上面就写上了一些的祷告词，期待弟兄姐妹能够透过这样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使用了之后，他们发现，我也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为别人祷告，我也可以为别人祝福。当别人心里不安的时候，我可以为他祝福祷告，好让他可以安心的去打疫苗。而我自己在被打疫苗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祷告，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不受任何的影响，以至于我的心也能够安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是我们自己的会友，我们自己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做，也有制服的学生，他们也许还没有信主，他们也这样做。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来造就他的门徒，并不是好像你是信耶稣的，所以造就你多一点，你没有信耶稣，所以造就少一点，并不是这样。耶稣对每一个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耶稣对12个门徒里面的每一个教导都是一样的，让他们可以被接受差派，以至于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让他们能够来学习跟效法耶稣的样式。所以门徒的第一个要学习的工作，就是这12个人他们必须要常常生活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带领这12个人，每一天要教导他们有关上帝的话语，每一天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服事，怎么样去帮助在这个世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这12个人每一天要生活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的第一个学习就是要过团体的生活。在团体生活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彼此之间的磨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彼此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以至于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彼此包容跟接纳。所以也许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也许每个人才能不一样，但是个人的恩赐、个人的才能不是要拿来互相的比较或是增进跟嫉妒的，而是要彼此的服侍跟欣赏。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的地方。当我们的群体、当我们的团体在这里的时候，也许每一个人的恩赐能力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是要彼此的服侍和彼此的欣赏，而不是要增进跟嫉妒。所以门徒的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去过团体的生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期待解封之后，我们真的就可以这样来过团体的生活。也许每一个人的脾气、个性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不同的恩赐跟身份能够配搭在一起，就是一个美好的服事跟侍奉。所以有人这样说，合一并不是表示统一，好像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制服，每个人都有一样的动作，而是我们怎么样彼此配搭。好像歌曲一样，我们喜欢听到有一些歌曲是有和声的。也许单一的声调很不错，但是如果能够有和声，那是一个更美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能够有和音的时候，也许每一个个别的这样的声部或许都不一样，但是它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合一就是不同的声部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首诗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是可以互相的帮补、互相的帮助。然后我们要看到，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力强的，或是每一个人都是学历高的，或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身份地位的。你会选一个渔夫来当你的门徒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常常会选择说，如果我可以选择那个能力好的、学历强的或者是我可以选择这个叫做比较会吸收的，或是比较能够有聪明悟性的，或许我们比较希望去教导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却是教导这个人所看为卑微的，或是人所认为说这个是没有任何长进的，或是认为这个只是很粗俗的人，这些人来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第12节的地方，耶稣怎么样来带这些的门徒，让他们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上面
教导他们学习。12节这里提到说，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布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也这样的来教导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也出去能够来教导人，叫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上帝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我们也许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一个渔夫，也许学历不高，能力不高，或是我们各样的事情也许没有很多的这样的能力跟才能，但是耶稣一样能够拣选我们，耶稣一样看到我们，耶稣能够差派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说我们可以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所以耶稣不看我们的软弱跟失败，他带领我们要经历他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要带领我们跟他一起走，耶稣要带领我们跟他一起做，耶稣要带领我们跟他一起来行动。所以也许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也许我们并不是一个人所看为有成就的人，但是耶稣不看我们的软弱跟失败，耶稣要使我们来经历他的得胜跟荣耀。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事工的成就，不是因为有哪一个传道人来做的，不是有哪一个能力强的人来做的，有时候反倒是一些的平信徒，或者是一些的人所看为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弟兄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是谁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就要带领我们要来经历这样的一个荣耀跟得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许多的事工，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在默默的耕耘，或是在那里服侍，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夸耀，他们仍然在那里忠心的来摆上他们自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到这许多的忠心的仆人，他们也许不一定有很好的学位学历，但是他们忠心的在那里来侍奉跟摆上。在圣经当中，或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被上帝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门徒，他们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13节说，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因着对于上帝的爱，所以这些的门徒他们服侍是能够有力量的，是有权柄的。所以怜悯人的行为是必须是对于上帝的爱，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否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恐怕碰到一些的挫折跟难处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会退缩，或甚至是不愿意再去这样的去执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怜悯人的行动必须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如果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们的怜悯的行动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意，或者是为了自己所喜欢的。所以不论我们喜不喜欢，当我们应当做对的事情，是上帝看为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这样去行。所以耶稣差派这些门徒赶出许多的鬼，用油也抹了病人来治好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牧师可以赶鬼，不是只有牧师可以用油抹病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做。在10年前，我们台湾也经历过一场 SARS 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然而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并不是有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身份，或者是老师的身份，他们是一般的这个弟兄姐妹。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们真的愿意付出跟摆上，以至于有许多人他们在家里面，有一些的老人家，他们在家里面必须要被照顾的时候，甚至在病床前临终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角色，以至于能够来帮助这些要濒死的病人，或者是要面对这些死亡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心理的安慰。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服侍跟侍奉。当她带着便当去照顾这些的居家的这些的独居的老人的时候，甚至感动到这些老人愿意来信主。这时候他就问他的牧师说，我可不可以为这些需要的人受洗？所以牧师也授权给他
让他能够去关心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为这些老人家来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传道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一些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帮助。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也会做吗？我们要去的地方，耶稣会不会去？是不是我们的身上让人看到耶稣的样式，让人看到耶稣在我们里面所显出来的生命？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信息，就是当人看到你的时候说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也许这是一个讽刺的话，或是一个讥笑的言语。以前在乡下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些的这个巷弄里面，如果看到宣教士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是表示说啊，信耶稣的人来了。也许他们不太喜欢这样的身份的人，但是不管是他们喜不喜欢，当他们说耶稣来了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是跟着耶稣一起在服侍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那里，我们是不是也在那里来服侍？耶稣会不会做我们所做的？耶稣的生命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来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来学习几个功课。第一个，与耶稣同工需要经历一些的试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跟随耶稣来当耶稣的门徒好像是一帆风顺，好像不会遇到任何的事情，好像都无灾无病。耶稣说，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唯有经过试验的爱心是真的爱心，经过试验的工作才是真的工作。也许有很多人他付出爱心，但是被别人泼冷水；也许很多人去付出关心的时候，还要被酸民在那边的讲话。但是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仍然忠心的，而且正直的把该做的事情能够来做出来，并且即使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把失败交在主的手中。有时候上帝会透过我们的失败跟软弱，使我们能够逆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反而从经历到一些的事情当中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东港开拓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卫理公会的开拓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大型的开拓。我们那时候透过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关怀的工作，去服侍跟服务当地的百姓。或许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一个在那里可以影响力很大的教会，我们不是一个100人的教会，我们不是一个好像在那里可以让人家可以夸口的。但是每一个坐在需要的人身上，都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有许多的孩子在东港、在盐埔这些地方，有一些的小朋友在那里，我们开拓了一些的客服班在那些地方。这些孩子们现在也都长大成人，或许对他们来说，我们过去的那一个小段的时间，或许不算得什么，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些的影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可能所做的不过是一小段，但是对这些的孩子来说，他们将来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的人生的回忆跟记忆的里面，他们就能够记起曾经有一些的老师、志工，或是有一些的社工，有一些的牧者在那里来协助他们。所以只要耐心的等候，美好的事情终将发生。我们要看到上帝把许多的美好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参与跟在那里侍奉。或许不是人所看起来的成功，但是它总是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纪念。当我们在人最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参与在那里面，那是一个极美的事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也是这样，不是因为人看见或是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才去做，而是即使没有什么样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仍然应当去坚持做对的事情。第二个，与耶稣同工要彼此的磨合。很多时候我们最困难的不是只有事工而已，很多时候事工并不是最困难的，其实最困难的反而是在做门徒的过程。刚刚提到了门徒是要过团体生活的，
有时候反而是一起团体的服事跟事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跟耶稣同工要学习彼此的磨合，包括我们要跟个性脾气不同的人在一起服事，这个都是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上帝给我们朋友是让我们在他们软弱的时候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所以不单是我们在别人软弱的时候扶持与他们彼此相爱，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些人也扶持我们，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彼此相爱。所以团体里面的这样的磨合有时候是最困难的，有时候每个人的个性脾气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见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从这里面去寻找到一条美好的一起可以合作的一个方向跟道路。我记得我曾经在马祖的时候，在马祖牧会的时候，我跟我的老师在另外一个离岛上面，我们在那里发单张传福音。那时候我跟我的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方式可能比较好，我的方式可以比较对，我的方式应该是比较可以有效率的。但是我的老师教导我一些的功课，他甚至提醒我说，如果你下一次可以自己来做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照你的方式，但是如果是我带的时候，请你要尊重我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去学习，去尊重在服侍的人，当他在服侍的时候，我要去尊重跟去顺服这个在前面带领的这个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是好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在服侍的当中要去彼此的磨合。所以当经过磨练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以赛亚书的64章这边里面提到，第5节里面提到，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磨我们，塑造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或许透过一些的磨合，或许透过一些的磨练，让我们可以彼此增长，可以彼此帮补，可以彼此的帮助，以至于可以做得更好。那如果当我们没有办法来忍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在磨合当中的一些的过程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跟帮助，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第5节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或者这些的门徒，12个门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会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有一些人也许更努钝，有些人他可能也许不够聪明，或许他所做的并不是那么样的好。但是耶稣仍然给这些的门徒都有再一次的机会，包括里面有一个甚至是出卖耶稣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爱上帝，并且学习基督的忍耐在我们的里面。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到与耶稣同工要彼此互相的配搭。除了磨合以外，怎么样配搭是更重要的，怎么样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补足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哥林多前书3章9节说，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所以同工不是去当别人的绊脚石，同工不是去扯别人的后腿，同工是我怎么样去帮补，怎么样去让别人在需要的地方，我的能力跟恩赐可以补上这样的需要。所以与上帝同工，与耶稣同工，要彼此的配搭，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个性不一样，也彼此的配搭。所以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彼此，也许我们有不一样，认识被造的时候的美好，我们每个人的恩赐能力不一样，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彼此的看待。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税吏，这个是罗马人的走狗，有另外一个人是奋锐党的西门。如果耶稣让这2个人一起去服侍的时候，一个是对反政府的，另外一个人是对政府支持的，也许这2个人政治立场不一样，但是他们仍然要一起的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彼此，认识被创造的时候的美好。或许我们的个性脾气，甚至我们的政党的理念，或者甚至是我们的一些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待彼此，来彼此的服侍跟配搭。所以有人这样说，在服侍中最令人头痛的是团队，但是最令人回味的其实也是团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团队里面或许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磨合的，有很多事情是意见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事工跟事情做完之后，我们会看到最让人可以去思念的，最让人可以去回味的，也是在团队当中我们彼此的侍奉。所以最后牧师要鼓励大家，其实没有100分的搭档，只有50分的2个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我50分，另外一个人50分，但是当我们能够配搭的好的时候，就会有100%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没有100分的搭档，只有一个人50，一个人50。包括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夫妻之间不是哪一个人是完美的，好像这个人是100分的，或是另外一个人是这个0分的，并不是这样。只有50分50分，每一个人都尽他的50分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100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团队的侍奉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彼此的配搭，让我们可以能够很好的这样来侍奉。最后我们求主帮助，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的时候，他会给我们面对未来的力量。或许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12号会不会真的解封，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带着期待。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当我们专心的跟随主，他会给我们面对未来的力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人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安慰，或者是人需要的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能够带来盼望。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来带来给别人有希望。所以我最近很喜欢听在 YouTube 上面听这个一首诗歌，这首歌其实也不是诗歌，是以色列人的国歌。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希望，所以能够带着希望，能够带着盼望，这样的人是能够有生命力的。他能够知道他未来虽然未知，但是他是有力量继续往前行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是未知的，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希望来往前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着耶稣在做中学。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什么，但是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们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效法你的样式。或许在学习效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困难。更加困难的是，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跟学习。愿你施恩来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配搭，也彼此的帮补。即使是需要磨合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磨合之后，能够有更好的配搭，给我们有一起同工的力量，在我们服事的当中，也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学习，也在学习的当中，也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功课，好让我们能够在学会之后，也能够帮助这些后辈或是需要学习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着耶稣，使人看见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跟随我们里面来学习的，就是跟随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可福音6章12节到13节。马可福音6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这个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次。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马可福音6章12到13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马可福音6章12到13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能够来医治跟恢复许多
有需要的人，并且能够来医病赶鬼，像耶稣所做的一样。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我们一起先来唱这首诗歌《与主合一》。在心灵粮诗选的300首，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着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身体为我生，主宝血为我流，并被爱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过这饼，主亲自地这杯，我是喝这饼杯，与主合一。我与主同饮食，不再受罪下治，像罪我难以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线上这样的领圣餐，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跟大家一起来领圣餐，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一起跟我们的家人来领圣餐。圣餐也许对过去的以色列人来说，不过就是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晚餐或是一个餐点，并不是有特别的东西。他们用他们当时的无酵饼还有葡萄汁来当做他们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用这样来纪念跟庆祝他们的逾越节。但是耶稣在逾越节的这样的晚餐的时候，把这些一般的或是这个叫做没有特别什么样内容的这样的一般的饼跟杯，成为特殊的意义。耶稣说要他的门徒这样行，为的是要来纪念他。所以看起来普通的东西，却成为一个另外一种新的意义。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美的教导。十字架也是这样，十字架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刑具，但是透过耶稣，它却成为一个祝福的标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也许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饼跟杯，但是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的时候，它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来发给大家，所以牧师有请大家在家里面请自行来预备葡萄汁跟这个面包。那千万不要觉得因为面包有人说这个是有发酵过的，所以好像这个不应该是拿出来使用。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是他们日用的饮食，或者是这是他们的饼，或是他们所要吃的面包，每天的这样的一个面包。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用来纪念，而不是只是去探究它的外在的这些的成分。
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个简单的东西给我们赋予另外一个新的意义，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来领受这样的圣餐。所以期待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主日里面保持我们与主的线上的连结。我们除了在线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礼拜，让我们在线上与弟兄姐妹还有与主有美好的连结。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悔改的主的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说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来，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求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让我们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以被他的宝血洗净，能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
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我们预备心，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那如果我们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也一起到台前来预备心，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请我们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来到台前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享用。请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新灵粮诗选311首，我爱传讲主福音。新灵粮诗选300首，311首，我爱传讲主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了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拯救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美妙诚信，胜过多人的奇珍，胜过做梦黄金。
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彼此人，如何充满爱恋。我爱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更是即刻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听到荣耀经所唱，时刻必信，随即仍是这一生所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阿们。让我们可以一起奋起来为主传扬福音。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奉献，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最后的地方或是在周报上面，我们有奉献的这样的讯息请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银行的转账，或者是 ATM 的转账，或者是周间可以拿到教会来，我们干事可以工作人员可以帮大家来接收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新灵粮诗选270首，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一起来奉献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将我们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来，愿它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来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美好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你也供应我们，能够不致缺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彼此的问安跟问候，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见面，但是请大家利用周间，或者是利用赖讯息，或者是我们在电话上面，我们也可以彼此来问候，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领受到跟感受到我们彼此的相爱，并且也请大家来关心最近因为有许多需要打疫苗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能够彼此关心问候，也彼此代祷。那牧师也有给大家有一些代祷信代祷的这样的一个祷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彼此来流传，并且能够为别人祷告，也为自己的这样要打疫苗来祷告。那报告的地方我们就简略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11点半有执事会，请弟兄姐妹
请执事们请预备心来上线来开会。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圣餐礼拜是线上的崇拜，也是第一次的这样来执行。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期待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能够分发圣餐，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领受饼杯。所以请家里当中的这个长辈，或者是家里当中的弟兄，能够成为这样的角色，来分发圣餐给家里所有的家人跟孩子们，让他们也一起跟你一起来分享，跟你一起来领圣餐。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家人自己的话，我们也一样预备自己一份圣餐的内容，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圣餐礼，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我们每一天有每日灵粮，请大家就按照我们的每日灵粮的这样的给大家的短片，可以一起来灵修。当然不是要靠着这些的灵修短片，希望我们每一天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的内容，请大家能够来这样的做预备。那我们读经计划也请大家继续的来延续，让我们可以在继续每一天的读经的当中，可以与主有更加美好的联系，并且让我们能够来听到主对我们说话。那下个学期的神学院的课程要开新约新约导论，那请大家如果弟兄姐妹愿意来上课的，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预备。那请为我们的延伸制的课程来祷告。那如果疫情解封之后，我们会有线上跟实体的上课，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预备，能够来参与这样的课程跟上课。那我们也期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解封之后，我们正常聚会之后，期待我们可以有200人的增长。上帝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数的目标，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更多来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我们的福音朋友，让他们有机会也能够来到教会里，能够来认识上帝。8月8号父亲节，我们邀请每一个阶段的父亲也许你的孩子在不同阶段，从国小到已婚的阶段，但是不管你们孩子的阶段是什么，那期待每个阶段的父亲都能够来分享你成为父亲的角色，怎么样来抚养孩子，并且照顾孩子，怎么样从这当中去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所以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如果你愿意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那请跟我们的家警执事或是跟办公室来联系。那肢体消息的部分就请大家能够自行来参阅。那因为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开始之后12号之后就能够解封，所以期待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预备。那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请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祷告，让台湾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我们期待能够在实体的聚会当中跟弟兄姐妹来见面。周报的最后页就是下一周的服事跟侍奉下一周是神学院的蔡慧秋老师来服事，那请弟兄姐妹就预备心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礼拜。那我们一样是线上的播放所以请大家能够预备心来参加。那再一次的说明，我们的奉献会在等一下PPT 上面会显示出来，还有周报上也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账号。那请弟兄姐妹就预备我们的奉献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奉献带到主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祝福，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3一颂。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荣光堂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工作、在家庭、在任何地方，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爱，也能够去爱人，并且能够来活出主基督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会后我们可以有彼此交通的时间。那请执事同工准时上线，我们要预备来开会。